台南市113年暑期青春专案少年的你最棒棒垒球趣味赛，伫市长黄伟哲、台南地检主任检察官王胜豪等贵宾的伙伴下正式启动，向前拍破六大犯罪类型，代表台南市全力破除危害青少年身心的违法因子，净化少年成长环境的决心。暑假到了，还是恢复到这个炎热的天气哈，很多我们放了假的同学，年轻朋友们。都要去发泄精力。我觉得其实来做挥棒练习是最好的发泄精力的方式。那就把那些球当做一个这个要打击犯罪的目标，然后尽情的挥棒下去打击犯罪哈。那我们也希望借着健康有益的活动能够让大家过个充实快乐的暑假，不沾惹毒品，不去飙车，不去做非法的事情。我觉得其实这是非常好的，也感谢我们检察局还有教育部军训处。能够还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一起提供健康这个好的活动。而这次的青春专案，也是台南市警察局首次以棒垒球趣味赛方式来宣传。台南地检主任检察官王胜豪表示，最近也是巴黎奥运的日子，市警局透过举办棒垒球趣味赛，培养青少年有一个健康正向兴趣，希望将来会当在这项运动顶面发光发热。我们市警局是很用心的在办这个青春的专案。各位，这2天刚好是什么活动？巴黎的奥运我想我们的市警局是希望藉由这个活动，鼓励我们的小朋友们培养一个健康的嗜好，培养一个健康的兴趣，将来能够在自己的兴趣嗜好上发光发热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光荣成为自己的英雄。除了比赛以外，活动会场还有设置宣导专区，由少年队、妇幼队、交通大队、犯罪预防科、政风社、社福会以及台南地检等单位，针对防治青少年接毒、诈骗、帮派、离校性犯罪、网络甲交通安全等主题进行宣传，让青少年朋友充实自身的法律概念。台南新闻张世伟采访报道。